接把下今日客家100专题内里报道，爱同大家了解客家族群在运动项嘅表现。我先了解係客家武術咯，客家武術有幾久嘅歷史嘅，喺台灣清早是得追溯到清朝土公書嘅。佢下因為強土車嘅軌道，都有人請來武術師傅教大家武藝。上早喺土祖廟同雲林倫博一道天氣練武嘅風氣去顯咯。也有許多嘅流派，從西羅切槍係布基槍、金恩槍嘅大本營，北部客家中則係劉銘槍為主。從武雙義嘅精神，每時知道客家武術有為義勇之槍嘅風號。全世界只有海橋係出去開放景點名嘅目標。對北向南行到橋嘅另外一片，唔單止係台灣嘅五面之鄉雲林，同時咪係台灣嘅武術之鄉西螺切槍。1660年，中了初年嘅老祖公對福建蕉灣個武術橋來到台灣，帶頭今日嘅輪擺、議論還有西螺做生意。因為當其時赤同土匪爭鬥，中了宗親是同25屆西螺嘅創人分做4個部分，分別由4個頭人來帶，這是中促聯防淄博嘅基礎。7個高頭吼，7個頭人，這個橋仔人誒將卡誒族群吼，嗰段。買住嗰段做出叫結果戲，一屆嗰段刺事，真係出了解，添解。到清朝每年官府謀力維持治安，國家切槍幾名就在同年出名，好多人發生衝突，所以中了聰人高對福建蕉灣請來南少林拳傳人教聰人來練武術。就保護你哋宗親嘅生命財產，按怎個搶？輸咗講搶解，較拗嘅先生過得教，大家開始，了點先開始。師傅大概係頭擺由金山寺傳入輪擺體嘅布基槍。就這個套路，大部分係強調防禦保身。其中三鋪路套路之外腳法，佢係弄借完快橋式先基本嘅功夫。你按落碰，迄樣子你可比講向裡頭出現，迄樣子你一天學切你就知一動會啲款一練習要使困參落去。除了大家都知嘅是強武術，而是同北部嘅客家族咪流傳另外一套拳法——劉銘拳。所套真正有力嘅客家劉銘拳係頭擺戰亂嘅時節，可能萬內前世為咗淄博，所以將學嘅武術。劉銘拳嘅名咪係按呢來解。雖然講拳術嘅基礎係對中國南拳內通地北嘅雲拳、風拳來解，但是什麼固定嘅套路同招式。劉銘拳呢是屬於這個博采眾長哈，就是說把其他各門各派的武術呢，如果說它有動作不錯的，然後有這種力量、時間、距離、角度運用很好的，全部把它收羅進來，這叫做劉銘拳。吸收國家武術精華嘅劉銘拳，從事實踐嘅技巧，強調拳體力、精湛嘅變換功夫，直到1991年拿到北京搏擊比賽嘅冠軍，那是係軍警特權單位聽出來學嘅武術。雖然招係切招，做下大招開，但是看你三萬青菜同手雄人，練成國家練氣，強調中醫保家節傳承武術，所以劉銘拳又按做係義勇之拳。功夫要學得好呢，它必須要你內心是很沉靜的，並不像我們外表看到是一種動態的動作，就是說由外而內的一種自省的一種功夫這樣子。
通过来就拜师啊，我法师啊，我法师，我神明面前拜师，两个好多大人，我切职切身。对战乱开始发展嘅客家武术，经过8年嘅时间，你客家摆图都系强冲，拳头咪差唔多系冇用呢。但是练武是强行安尼嘅想法，到底下还系真实行。五湖四海都会向天抢拳开始这样开始来1、2。上四度下半年后，同公园都高新会都是看到民众练拳嘅景象。小日头系食铺拳，系客家流民拳嘅基础，因为简单好学，变做民众传统拳型嘅方式。你正经爱打是冲嘅客家啊，冲嘅唔是练咩都嚟嘅，所以两门的你练两个东西，主要会练身体。宣传的时代改变，公众也发展，现在后生人都是详细手写赚钱，消费环境每本好富嘅风气并唔见没落，但是还遇到老师傅点点嘅推广武术文化，包括抗人嘅相互精神、运健嘅传落去。客家新闻研究廖启正，台北路头。